一个48岁姓杨的女性进前注完新冠疫苗了后，感觉这边过人空，整整咳一个懵，发现讲有种一类，这边冷房嘛有整整的感觉，伊怀疑讲是注疫苗产生的副作用，就赶紧去病院做检查。它大概大于5公分，那它右边腋下淋巴结也是蛮大的，大概是3.2公分，证实是乳癌合并右侧腋下淋巴结转移。想不到会发现灵癌，医生讲已经有几啊个月啊，是讲患者平时拢无伫注意，并是注疫苗所引起的。这个女性一方面是艰苦，一方面又感觉家在有注疫苗，才会发现灵癌。医生表示讲，依照国外研究，注新冠疫苗确实会造成牵血的症状，不过一般来讲，几礼拜后就会消失。那如果说之后陆续追踪都没有变小的话，那可能还是要做个切片会比较保险一点，因为之前也有遇过，不管是恶性肿瘤的啊，或是说结核菌感染，其实都有了。医生表示讲，若是种起来所在一直拢无消，还是讲有其他所在嘛有种起来，有可能是其他病因所造成的。咱乡亲啊，感觉对无爽快，还是讲有各样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